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 Me Time， 我係節目主持人 Stephen 李俊業。咁喺我身邊咧，今日請到阿 Sam 林振祥先生嚟做我哋嘅嘉賓嘅。Hello，歡迎大家好。係啦，咁咧阿 Sam 想問下你咧，你係點樣同音樂同埋唱歌結緣㗎？其實咧，我係細個咧都唔係話特別中意唱歌嘅，係咁係大個咗，反而係返咗工之後咧，我先至開始話同啲人出去唱機啊，去玩啊咁樣樣，先覺得我原來都唱歌都唔差嘅喎咁啊，即係聽翻啲後輩。係啊，反而係後來嘅事嚟嘅喎。咁就其實都只係當玩嘅啫，唱歌開頭都冇話真係好認真地去要學啊，或者去比賽表演，乜都冇嘅，純粹去玩嘅啫。咁啊，真係有一個契機啦。咁係一啲唔開心嘅事啦，係啦，真係唔開心嘅事，咁就都要想自己發掘一個自己嘅一個新嘅方向，一條路咁樣樣。咁我就選擇咗去唱歌，咁就係由呢一刻開始，就唱歌成為咗我一個最主要、最 main 嘅一個興趣。係，即係將個唱歌變成生活，可能表達自己嗰個時期嘅一啲經歷嘅一個渠道咁樣。係啦，都係好緊要嘅，因為我自己講嘢又唔係話真係好叻，即係可能同大家傾偈嘅時候唔會話真係好多表達到自己嘅內心世界嘅方法，但係唱歌就好容易，即係可能唱一首即係我嗰日即係最近可能唔開心，咁亦唱翻一首唔開心嘅歌，咁就好容易就抒發到自己嗰個情緒出嚟咁樣樣。係，即係將呢件事變咗自己個生活一部分，一個即係日常生活攞嚟直頭係表達翻當時嘅感覺，抒發咗之後就可能舒服啲咁樣。係啦，絕對係，即係唱歌仲要可以令到我個人好忘我啦嚇，即係有啲唔開心嘅事就好容易忘記咗佢。係，但係呢個係私底下可能即係匿埋可能屋企入邊唱，或者同朋友之間唱 K 啦。但係近年見到阿 Sam 都好多去唔同地方登台啊，或者去參加好多比賽，真係走上台。有冇一個契機令到你開始真係覺得將呢件事由自己內面到放出去咧？有啊，絕對有啊，因為因為我都講啦，我以前即係純粹去唱 K 同班 friend 玩，真係自己私人嘅啫嘛。咁啊，學咗唱歌之後啦，就有咗一個機會上台表演，係啦。咁啊，哇！第一次上台表演真係手騰腳震，即係人哋都會話覺得哇，你嘅手震得好犀利咁樣。咁啊，第一次上台啊嘛。咁啊唱完之後啦，咁其實發覺自己係都幾中意，幾有滿足感啊！上台表演呢樣嘢，當你唱嘅時候，樓下嘅觀眾佢哋全部都會即係靜心安心地去聽你唱歌，咁變咗嗰個你好似成為咗一個主角咁啊！短暫嘅一個主角，你企喺度，人哋個個都注視緊你，咁你去盡情去表演自己嘅歌，甚至好似頭先我講表達你嗰一刻嘅嗰個情緒。話俾大家知，我而家我唔開心，或者好開心，或者有啲咩情緒咁樣樣，咁好滿足啊！對於呢件事上台，係即係由喺自己私底下唱歌到變咗出去，其實呢個轉變咧，有冇覺得令到你對嗰個唱歌個睇法有啲改變咧？即係因為而家今次望住嘅係好多人面喺個可能啱啱講話歌唱學唱歌嘅時候嘅一個場合啦。有冇一個真係今次望住人唱唔同咗嘅感覺？絕對有啊，因為都係平時如果唱 K 都係自己對住字幕唱嘅啫嘛，即係唱俾自己聽，即係自嗨咁樣樣啦。咁但係如果你有觀眾嘅話咧，其實我係希望可以有一啲 message 帶俾到個觀眾，而觀眾亦都感受得到。咁呢個係好困難嘅嚇，即係如果觀眾可以感受得到你嘅表達嘅話，其實呢個係一個我會覺得係唱歌嘅一個至高境界。咁如果做到嘅話，係真係會更加會滿足啦呢件事身上。即係有種好似喺現場，而家今次係同啲觀眾直頭有個交流，佢又俾啲嘢你改變咗可能你嘅唱法。係啊，哇！拍晒手掌咁樣，即係完全感受到你嗰個表達嘅話，係對於一個歌者嚟講，呢一個應該係最大嘅一個獎項，最大嘅滿足。係咁，你會唔會即係對於嗰個觀眾實際嗰個反應會非常之在意，或者俾你睇晒嘅？如果你話觀眾嘅反應，咁我哋當然希望佢哋係會鼓掌，會真係認真嚟聽你唱歌啦。咁但係人會有時都會懶。我哋都唔可以要求觀眾真係可以俾到啲咩反應。咁呢個就自己盡量去調節自己個心態。咁總之我就上到台唱歌嘅話咧，就盡力去表現好自己想做嘅嘢。
係啦，得唔得到觀眾嘅中意咧就後話。嗰啲反而就唔係太大所謂。有就會好滿足，係冇咧唔好失望。係，唔好失望，我哋可以再唱第二首歌。呢個心態好健康。係啦，咁樣咁你可以可能咁啱你做緊一個蒸餸，咁啊原來啲觀眾係中意食炒嘅，咁你蒸幾好，佢哋都唔會點特別中意。你原來你唱下首歌係炒餸喎，啱晒個觀眾個口味喎，咁佢就大拍手掌啦。咁樣咁維持呢一個心態就好緊要。係，我認識嘅阿 Sam 咧都係參加非常之多比賽啦，好多啦，同埋攞好多獎啦，即係冇咁講。我加咗 Facebook、IG， 成日都見到喺啲唔同嘅比賽場合攞緊獎嘅，係啦。咁咧喺攞到獎嘅時候，你啱啱話有種共鳴啦，即係覺得好似理解到你啱啱個表演想表達出嚟嘅嘢。但係攞唔到獎嘅時候，你會唔會特登去改啊？唔會改自己嘅唱歌方法，嘗試去令更多人希望要埋嗰個人嘅共鳴，要埋嗰個人嘅。以前啱啱初玩比賽咧，就有呢個感覺。尤其是我都即係叫做贏過一次冠軍之後啦，更加在意我下一次嘅 performance。究竟攞唔到獎喎？點解咧？會唔會係做得有啲某啲地方唔好？咁啊聽下人哋啲意見咁樣，咁可以點樣樣去改善自己？咁但係近來咧，我就俾一啲朋友啦，新識嘅朋友，唱歌嘅朋友去感染得到嗰件事。因為我睇到我朋友去上台唱比賽啊，佢上到台咧，佢嘅表現咧就唔係比賽緊嘅，佢係好用心地去表現緊自己嘅，佢喺自己世界咯。係啦，我睇到個畫面咧，真係嗰下覺得哇，佢唔係比賽緊啊，佢好精彩嘅即係令到我感動啊！佢做嘅嘢咁樣，咁我受到佢嘅影響之後咧，咁我從此之後咧，我比賽都唔會再介意個成績，唔會介意，唔會介意，亦都唔會諗啊，究竟咩歌唱歌咩歌會比較有著數啲啦，比賽會好啲咁樣樣。咁而家計算係啦，最緊要就係上台要自己享受，得唔得到獎就都係後話啦，唔緊要嘅呢樣嘢係。喺我眼中嘅 Sam 唱歌都係即係非常投入嘅，即係一聽大家就已經入咗嗰個歌個氣氛。但係呢個我哋嘅睇法啦。如果係你自己評價你自己唱歌，你覺得你會唔會有一啲你認為係自己嘅強項，或者係你認為我自己有嘅堅持係你放咗入去你嘅演繹入邊？如果話堅持，其實就最近就改變咗，就係頭先想講嘅就係見到個朋友佢比賽係屬於一個表演咁樣樣啦，唔係真係一個比賽，好表達到自己。我以前咧唱歌會好在意嗰個音準同埋節奏。咁變咗唱落去咧，個感覺就會係好小心啊！唱歌淨係諗住晒啲音會唔會食到正咧？啱唔啱啊？準唔準啊？好似當唱 CD 咁樣樣啦，以前咁樣。反而個投入就咁你比賽嘅時候，你就會將嗰個投入度完全擺晒落去個音準節奏身上，咁就可能有好多嘢輸。變咗係表達唔到出嚟嘅，咁呢個係比賽嘅時候啦。平時唱 K 就梗係冇咁大壓力咁樣，咁啊又係一個嗰個契機改變咗之後咧，我覺得想唱歌係應該係表達，唔係背書啊，即係你要音準晒，節奏要準晒，咁樣先至為之唱歌。咁我已經係改變咗呢個，唔會再用呢一個嚟去諗我嘅唱歌，一定要表達到歌詞嘅意思，同埋最緊要係自己首先要自己享受咗先。自己中意。如果你唱首歌，你自己都唔享受嘅話咧，其實你冇可能感染得到流嘅。呢個係定律嚟嘅，必然嘅。咁如果你首歌你自己中意，你唱咗出嚟，咁人哋中唔中意又係後話啦，又係最緊要自己中意咗先啦。係啦，自己中意咗先，咁就係 very good 咯。如果咁樣唱歌就。其實都聽過好多阿 Sam 唱好多非常之可能流行嘅歌曲啦。其實流行曲本身好似都係一種即係希望多啲人大家感受到嗰個感覺嘅一個即係音樂嘅類型嚟嘅。咁阿 Sam 就即係覺得最緊要係唔係諗嗰啲好音樂性，可能一定要個音準啊、節奏感啊諗嗰啲嘢啦。係啦，我會覺得即係流行曲啦，我會稱之為如果好即係俗話啲就係叫 K 歌啦。咁我係比較特別中意 K 歌嘅。
係啦，就因為當你唱 K 歌嘅時候咧，其實樓下啲觀眾咧，佢哋都會熟悉呢首歌，佢哋會聽過，就唔好理佢哋有冇唱過啦，佢哋起碼知道呢首歌聽過。咁你唱嘅時候咧，就會有種共鳴，佢會知道啊，你下一段嗰個音係點樣樣，咁樣佢哋大家都會有個反應嘅。即係例如啦，我當可能舊啲咁樣樣，話愛情陷阱咁樣，哇，唔會有香港人唔識呢首歌。當你個音樂一起愛情陷阱嘅時候，樓下啲人就已經係開始起哄㗎啦。咁樣係啦，咁我覺得呢一個音樂咧會係最好睇、最好聽㗎咯。係咁唔係話藝術啲嘅音樂唔好，只不過係睇下個場合咯。咁如果一般你想做表演啊，或者係啦，即係表演啦主力嘅情況之下咧，咁觀眾同你有個互動嘅話咧，咁呢個音樂 show 係最好、最 perfect 係咁。其實可能某程度上都係一啲比較商業化嘅原因，就係因為大家中意聽咯。都可以係，都係咁，即係個旋律令到所有人都會記得都中意呢一個旋律咧，咁就係啦 K 歌咯，成功嘅流行曲，係啦，成功嘅流行歌冇錯。係啊，咁阿 Sam 而家嚟到呢一個階段啦，即係以前唱過咁多嘅歌，去過咁多舞台啦。呢一刻嘅你咧，如果想喺觀眾心目中留下一個印象係關於你嘅咧，你會希望嗰個印象係乜嘢咧？開心，最緊要開心。即係我覺得人生在世咧，你即係唔好浪費自己嘅時間去一啲唔開心嘅事身上。即係人總係會有啲時候會遇到唔開心啦。咁點樣將自己調節翻一個開心嘅人生裏面？咁就係靠你自己啦。咁我唱歌咧係絕對係呢一個情況嘅，即係我可能當日有啲嘢會唔開心嘅話，咁就一唱歌投入咗落去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忘記咗啲唔開心嘅事。有個共鳴就好似抒發咗出去啦。係啦，淨係開心，即係淨係唱歌，做一啲開心嘅嘢咁樣樣。所以我都希望，如果觀眾見到阿 Sam 一聽呢個人唱歌咧，就知道佢係好投入、好開心、好享受於佢嘅唱歌裏面咧。咁我希望有呢一個俾到人呢個感覺啦，就係呢個印象。係啦，咁如果有一個你制定一個嚟緊將來你唱歌想做到嘅目標，將來係咪都係仍然會係繼續係開心呢個？冇錯，快樂係，因為既然唱歌你可以叫係一種 entertainment，去 entertain 人哋，亦都其實同時係 entertain 緊自己。咁你點樣個人開心就係咁我係用唱歌係其中一個方法啦，亦都係好主要嘅一種模式啦。咁我就個目標係啦，真係最緊要好玩，最緊要開心啊！真係許冠傑咁話，我話真係最緊要好玩開心。即係開心嘅時候就有一種好似慶祝咁嘅心態，唔開心嘅時候抒發咗出嚟有一種慰藉。係啦，冇錯。咁咧，其實阿 Sam 今日咧仲帶咗一首歌曲俾我哋嘅，咁係俾我哋嘅一首歌一個故事嘅環節，咁係交俾阿 Sam 講一講你嘅故事啦。係。咁啊，點解會揀呢首歌咧？咁我先講咗係邊一首歌先啦。咁就係林子祥嘅《追憶》呢首歌。呢首歌個故事帶俾我係完全係我嘅人生。咁咧，我就細個嘅時候咧，其實就同爸爸啦、老豆啦，我中意稱呼佢為老豆嘅，因為大家都中意飲啤酒。咁同老豆個溝通係好少嘅，即係大家即係佢翻工嘅時候，我就瞓咗覺。咁到佢放工嘅時候咧，我哋瞓覺咁樣，因為佢依然係做報紙檔嘅。所以個時間喺顛倒，我哋交流嘅時間好少嘅。細個嘅時候，咁啊，即係佢有佢做嘢，我翻學咁樣樣，係啦。咁到年紀大咗啦，咁個追憶呢個歌詞裏面咧，真係嗰句叫做即係首次跟他喝啖酒，係啦，同老豆正正式式坐喺度傾偈嘅一個場景。大家攞住杯啤酒，係啦，大家已經係一個成長咗嘅男人啦。咁喺呢個時候，大家可以交流一下，係啦，大家嘅想法係已經係成年咗先至處理做呢件事咯。咁呢個歌詞係對我嚟講係好深刻嘅，因為我老豆好中意飲啤酒啦，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啦。咁原來當兩個成長咗嘅男人去對話嘅時候，呢個酒杯呢杯酒嘅功能就係好大，令到你哋敞開心扉，可以講下自己嘅將來打算啊，
好簡單嘅日常嘅閒話家談咧，都可以憑呢杯酒碰一碰杯就可以講得到出嚟。所以係追憶呢首歌對我嚟講係等於講翻我自己嘅故事。咁都係啦，咁爸爸都走咗，係走咗。咁所有嘢都係有啲太遲嘅感覺啦，係啦，即係原來同爸爸嘅感情咧係真係追唔翻。咁已經係趕唔切，佢已經走咗咁樣嘅。係啦，所以呢首歌帶俾我嘅感覺就係每次唱我都會諗起嗰杯酒，係老豆嗰杯酒。咁就以下落嚟交俾林振祥阿 Sam 演繹追憶。童年在那泥路裏，身頸看一對耍把戲藝人，搖動木偶令到他打關鬥，使我開心拍着手。然而待戲班離去之後，我問為何木偶不留低一絲足印？為何曾共我一起地將時日總未逗留？從前在那炎夏裏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談談來日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離去之後，我問為何夏變得如冬一般灰暗？為何曾共我一起地將時日總未逗留？從前共你朦朧夜裏躺於星塵背後，難明白你為何別去，留下空空的一個地球？徘徊悠悠長路裏，今天我知道始終要獨行。行來回頭回望去，追憶去，邊笑邊哭喝淡酒。然而就算酷刑暗私下慶幸，時日在我心留低許多足印。從前曾共我一起地，現仍在心內逗留。徘徊悠悠長路裏，今天我知道始終要獨行。閒來回頭回望去，追憶去，邊笑邊哭喝淡酒。然而就算酷刑暗私下慶幸，時日在我心留低許多足印。從前曾共我一起地，現仍在心內逗留。從前誰曾燃亮我的心，始終一生在心內逗留。